法式拳擊 Savoir 誕生自19世紀法國街頭，本來係水手同士兵用嚟自我防衛嘅功夫，佢講求華麗精準嘅踢技、快速嘅拳擊同埋靈活嘅步伐，着重力量、協調能力、平衡力同埋核心嘅穩定。法式拳擊結合咗西洋拳嘅原理同埋多樣化嘅踢擊技巧，冇失擊、冇爭擊、冇脛骨硬掃，保留咗佢喺街頭起源嘅特色。喺擂台上面嘅正式比賽都一定要着鞋嘅。Savoir 喺法文嘅意思係舊鞋、舊靴，着鞋對戰成為咗呢一項搏擊運動嘅傳統特色。對比起其他武術，鞋嘅保護容許咗多種攻擊變化，令踢擊變得更尖銳、更集中。同一般踢拳唔同，法式拳擊喺比賽入面只允許用4種拳法同4種腳法。拳法有刺拳、勾拳、後手直拳、上勾拳。腳法有前蹬、低掃、反勾踢、側踢回旋鞭腿。雖然攻擊方法有限制，但係攻擊目標就可以係身體任何部位。法式拳擊唔單止係一項格鬥技術，佢將力量、精準、優雅同實戰完美結合，展現出獨特嘅攻擊美學同深度。